家园花飞絮，容颜越衰老。我的世界一片漆黑，我的爱情梦里空劳，梦里空劳。姐啊，你在哪里？带着水上的鸟儿，可免得温暖日常。一个孱弱的身躯，谁是你迎风怀抱？雪圣洁晶莹的且也是这圣洁的经历，见证了你和我第一次相遇。那一个下雪的傍晚，我见到了你，姐。没事才怪呢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挡住你的道。上飞府离这儿不远，我去取点夜见你。站着！上飞府？谁的上飞府？罗斯特先生的上飞府。你是府上的什么人？家庭教师。哦，
你可认识罗斯特先生？总未见过他。可他已经见过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来府上3个月，罗斯特先生在各地走游，从未在上飞府露面。他总是在消失的时候消失，在露面的时候露面。这不，今天一露面，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就接他来了一个下马威。你是罗斯特先生？把你的伞借我用一下。先生，你3个月的薪水还不给付我今天的营业费。罗斯特先生，第一次见主人，我怎么就闯祸了呢？他有何的脸庞写满云闹，我不换的心田耕田绿脚，这花苍白了，那是云糟透了，好容易找到一份诚心者，恰似金帆我难保千金了。无非是你是眼前阳光头，他乡证明多么巧。姐，罗斯特先生回来啦！罗斯特先生回来啦！姐，你看，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风儿把窗开，雪花飞进来，轻轻落在我身上，我有多可爱。小雪花呀，小雪花呀，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来？哎，姐，快去看看罗斯特先生，快去呀！阿德，哎呀，去呀！罗斯特先生，阿黛尔，安静些，先生刚回来，要休息。罗斯特先生，你送我的礼物太好了，我太喜欢了，罗斯特先生。阿黛尔，那是因为你的功课有长进，奖赏你的。奖赏我的，我的功课啊都是简小姐教的。哎，先生，你有没有什么礼物送给简小姐？他叫什么？姐。哦，对对对，姐，是我尊重您的吩咐，从一所孤儿院要请来的家庭教师。哦，我就把他叫来见你。姐，姐，来，快去见过罗斯特先生。我们已经见过了。他让我的马摔了跤，让我的家受了伤。哦，上帝呀！哎，小姐，你太冒失了。哦，快向先生给道个歉，这样他的气就消了。啊，我已经道过歉了。师姑说，第一次道歉是真正的，那么第2次道歉
也许就是虚假的。先生，你愿意接受这第二次道歉吗？看来你是个缺枪的人。在我府上3个月，你总是那么缺枪吗？简小姐的脾气也真的很好的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他是很善良的。善良和缺枪是不能划等号的。李太太，你带阿黛儿去睡吧。我要跟简小姐单独谈谈，顺便决定她是追还是留。简小姐，我喜欢你的倔强，我喜欢你的倔强。换着尘尘温中有几多深恩，纯真中有几多自尊。如火烧得我自觉冷是冰，如火烧得往我心底也情。好气，那他穷开心。简小姐，听说你是从孤儿院要来的。我在孤儿院要待了8年。哦，那你进孤儿院要的时候是几岁？10岁。10岁。10加上8等于18，这么说你现在是18岁？哈哈，你看我的算术有多好。这样的题目不用说200位算，连8次都会。连8次都会？是吗？可我总觉得我算错了，你看起来不像是18岁。那应该是多少岁？你的五官还算端正，可是你的眼睛是那么的忧郁，你的身材还算苗条，可是神经却是那么的老成。你说你18岁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鬼才信。那么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婆，信了吧？我也要一层一刁蛮，我依旧愈欢愈慈祥，这样是一定正中你下文。别生的痛苦，你恰落开了花，你每年父母30亡，我只当情面无他望。你可以赴后司令，为父经商，又怎能忍操你风？羞涩相加他像是开膛的枪，噼噼啪啪；他像是水上的鸟，叽叽喳喳。一霎时倒叫我哑口无言，不知是泪盈刀。罗斯特先生，你以为我贫穷？地位
矮小、不美，就没有灵魂，没有心吗？你想错了，我们活着是平等的，死了走进坟墓也是平等的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可以管我离开上飞府了。其实我要管你这。那我留在贵府上，你会整天生气的。我生什么气？生气是时机，惩罚时机。像我这种有倔强、有火爆的脾气，只怕会教坏了你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？我哪有女儿？难道阿黛尔不是什么你的？李太太没有跟你说起阿黛尔的身世。哦，那你可有兴趣听我说说阿黛尔？阿黛尔，她是一个法国国女的私生女。好，再说远点，那法国国女曾是我爱慕、我追求的对象。虽说金表高档别墅名贵无实，我以为用金钱就能换来她的欢心，可是我错了。她喜欢别人，不喜欢我。你的模样确实不怎么讨人喜欢。后来，他被他喜欢的人骗了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。临死之前，留下了阿黛尔，一个出生才3个月的阿黛尔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才18岁，什么都没经历过，跟你说太多，你也不懂。总之，阿黛尔不是我的女儿。可我怎么觉得你们像是一对父女？什么？我这是收留了一个孤儿罢了。先生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却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你感到悔恨吗？悔恨，悔恨是生活的一剂毒药，越是悔恨，越让人绝望。是啊，生命太短促，不能用来续存记恨。我现在也不记恨我的舅妈了。你的舅妈？我从小寄养在我舅妈那里，她对我又凶狠又冷酷，动不动就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红房子里，一间闹鬼的红房子里。接下去，接下去。先生，时日不早，你该休息了。我这辈子怎么老是跟孤儿打交道？先生，你的脚往上着，
我扶你上楼吧。你不觉得我这一瘸一拐的样子，倒像是潇洒的华儿之舞步吗？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撞了你。我可不愿意接受徐家的第二次道歉。
谁在笑？谁才会恐怖的感觉伤心疼？黄昏未到，笑死人。红房子归期深深，风声声。静悄悄，只闻心跳声。莫非是我在梦咋呼了？先生的房间，老斯特先生，老斯特先生。老斯特先生，老斯特先生，老斯特先生，你快醒醒啊！老斯特先生，先生，你快醒醒啊！先生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你看见了什么？先生，我刚在这，他说听见一种奇怪的笑声，我跑出房门，就看到你的房间着火了。姑嫂，我出所了。那笑声像是积蓄了3代的仇恨，是一种夸异的复仇，是一种刻骨的怨恨。先生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事，伤人这般的仇恨？仇恨？有一种仇恨是世间无法消磨的。先生，我真的担心你呀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只要上升火海，也许能消除一切烦恼，也了不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真是有人放火？放火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哦，也许是我不小心睡觉前没有熄灭蜡烛，就烧起来了。可是我分明听见了一种奇怪的笑声，我一上来的脚步声。你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哦，你醉吧。那我醉了。等等，
姐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一回？可是你说过我可以走了。我只是想说几句关键的话，可是我该说些什么呢？总之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把我从可怕的死亡中救了出来，我欠了你一大笔人情债。可我不喜欢欠债，这样吧，给你加薪。先生，你简直是在羞辱我！羞辱你？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你非要说什么恩惠呀、欠债呀，试图用金钱来弥补生世间一切的损益。先生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那总得我个水吧。有时候，水也只是一种逢场作戏。神与神之间的真诚，全在心里。可是神仙总是隔着一层皮。先生，我分明看到了你的眼睛，那里面有太多的痛苦，太多的悲哀，能非说出来？说出来，也许能止去一些烦恼。先生，你是不是着凉了？啊！来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那我走了。等等，姐，谢谢你。晚安。我觉得一股暖意涌心扉，久违的温情悄悄来袭，这些年放浪影儿成追想，一掷千金落薄皮，心的苦疾谁知晓？夜深人静更无期，漂泊灵魂无所寄，若寻归宿在哪里？他真是个善良的小天使，
不曾披着华丽的羽衣，那一双无邪的眼睛啊，霎时间勾起我无言怜惜。那一刻，纯净的心灵啊，不经意撩动我几多痴迷。画得好吗？阿黛儿，你画的这个人是谁呀？罗斯特先生呀，笑嘻嘻的，一点也不像。罗斯特先生啊，从来也不笑。他平时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其实一点也不凶。阿黛儿，你喜欢罗斯特先生吗？可喜欢啦！哎，小姐，你呢？喜欢。我想他了。他这次也追，已是这几天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嗡嗡嗡，小蜜蜂是啊，飞到也不知道他飞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悄悄地张望，悄悄地等候，淡淡的甜蜜，淡淡的爱惜。想起了雪中邂逅，它话语冰冷，恰有一点涩。想起了夜半色湖，它脸色已换得一点脑海中他的身影挥不散，睡梦里我的吻儿长声怀开了莫名的烦恼，叶儿落了
句，一口又把万绪。期待是一片朦胧的雾，目不察却上人，生死飘砰砰心跳，次次响。归生不归，我长金小姐，金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咦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咦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啊，金小姐脸红了，金小姐脸红了，太好了！鲁斯的先生回来了，姑娘们，鲁斯的先生回来了！告诉你们，今天他要当众向未来的新娘子结婚。未来的新娘子是谁呀？就是格拉姆小姐啊！格拉姆小姐，李太太，未来的新娘子一定很漂亮吧？那玩用神！有一年在圣诞节的聚会上，我见过格拉姆小姐。哎呀，她呀！高高的胸脯，瘦削的肩膀，原来的脖子有点长。李太太，脖子长，那不是长颈鹿吗？橄榄色的皮肤，洁净又明亮，珠宝似的眼睛，闪着落光。这老光的好像都是狼啊！软人地上一曲唱罢，语音袅袅袅放亮。太太，
娘们，来，这一位啊，来的都是名流绅士、贵夫人，你们快去准备起来吧！准备起来了！你好傻呀！你为有身为毛钱不思量，你为何丢了羞耻眼轻狂？你一个孤苦伶仃小女子啊，失足梦太荒唐，生病爱护烧得王爷，喷冷水当头浇，是做是谁是气狂是原是恋是忧伤。算了吧，醒来吧，回到从前去与模样。心海中无风也无浪，初开的情头就这段子残一篓，不留余香。
谁呀？她是我的家庭教师吉言小姐。姐，哇哈，万幸，她长得不够漂亮，这样啊，我就不用担心在这丧夫妇也会发生家里女教师给伊乱出人的罪去了。哎，我可真的见过这样的事哦。哦，上帝呀，那可真是伤风败俗。格拉姆小姐，你确实长得很美，可是你一开口就不美了，所以请你安静地守着，等待罗斯特先生来向你求婚。福利，太福利了！你这个得罪丧夫妇回来的女主人，你罗斯塔，罗斯塔，格拉姆小姐，格拉姆小姐，哦，格拉姆小姐，哎呀，不好了，罗斯的先生不见了！啊，罗斯的先生不见了！哎呀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哪里去了？不用再找喽，不用再找喽，老婆知我是罗斯特先生派来的，借他未来的新娘子格拉姆小姐算个命。罗斯的先生他到哪里去了？他接了我这一把钥匙。这是丧夫妇他们的钥匙，是罗斯的先生亲手交给你的。他要我用这把钥匙开启格拉姆小姐的心门。谁是格拉姆小姐呀？哦，你就是格拉姆小姐，把你的手借我看看。哎呀，不好！你虽长而扁，虽直而尖，分明是伤神的妖剑。你眉弯而轻，红唇而艳，前身是贪婪的手写笔，冷酷无情，想笑里费尽心机，只为钱。你是家道丧非妇，鸡犬不宁，闹翻天。讨厌，真讨厌！一片落雨覆叶，装成龙龟耍偏上，血泪喷身哈的，况我将你追死难，对镜体月光遇见。快！本性暴露了，不是？老婆，老婆自我管断言，罗斯特先生绝不会娶你这样的女人。小姑娘，姐，
把你的手也借我看看。哎呀，小小的，细细的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的一双眼接近无尘烟，你虽卑微恰与过气，你虽贫穷有尊严，你是善良可生儿，你是天使下凡间。你拉拉教我三儿红遍，分明是暖身连襟，穿透我吹洒的心。你这个傻姑娘哟，你从小受了不少苦，你尝这世上滋味甜，而今迎逢这段情，你为我紧紧慌慌，躲躲闪闪，犹豫不决，自作不前。快推说爱的怀抱，莫惜迷情的胡言，这把雅事成奸。上帝父未来的女主人她就缠在我身边。龙司先生，龙司先生，是他。哦，干了，小姐。师爷。不是梦，不是幻，是梦是幻，今谁中迎风来得
身亡，而却不由伤人，身不由己，此事啊，有丝线，有荆棘，有丝波，有迷离，姐， lost。今天的天气真好，我们去散散步，好吗？真美呀！怎么，你不开心吗？先生，你应该辞退了我。这是为什么？阿黛尔可离不开你了。阿黛尔应该进药窑了，而我也该离开上妃府，另觅安身之处。你不喜欢上妃府？喜欢。那为什么还要离开？难道在聚会上我乔装改扮成老巫婆，把你吓着了？没有吓着我，那但你伤害了格拉姆小姐，你未来的新娘。谁说她是我未来的新娘？她是一个娇贵、美貌的女人，只有她才能配得上你。什么配得上，配不上？这种治病用貌、取我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她是冲着我的财富而来的。有一位，我将一个谣言传到了她的耳朵里，使我的财产还不到她猜想的1/3。结果呢，她对我一下子冷淡了起来。不理他了，提了到尾去。好吧，你既然不想再当家庭教师，我就把你辞了。那我走了。你不能走，为什么？我要你留下参加我的婚礼。恭喜你，尊敬的新郎，我不得不走。你走了，我的婚礼怎么能没有新娘？你说什么？姐，我要你当我的新娘。
是多么的富裕，而我却什么也没有。不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一份纯真的爱，对我而言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这些年来，我苦苦寻求的，不正是这一颗心，这一份爱吗？先生，请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不，你不只是在开玩笑，你玩戏了我，操弄我。你可以化妆成老婆，那个那么小气就开心，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戏弄我。我有我的职责，我有我的灵魂。我知道，我根本匹配不上你，我有自知之明。我虽说是一只找不到归宿的鸟儿，可是我不会推进你的路啊！我不会推进你的路啊！切！你简直是在我面前演一出我即戏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！切！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，我现在就下决心要离开，离开！姐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姐开我！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姐，你听我讲，听我说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姐，我是用心灵去膨胀你的心灵，用我的爱去关照你的爱。你曾说过，我们活着是平等的，死了最近坟墓也是平等的。既然是平等的，我们还谈什么富裕不富裕、匹配不匹配？姐，答应我好吗？先生，我好害怕。一
离开了，我也不顾离。切！你简直是故意逃着，早已推醉了我的心。你是上帝派来的小精灵，融化我解约难解的坚冰。前直到那海枯石烂，天地清。姐，答应我，嫁给我。见你有福，也使我有福；见你有福，也使我有福。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姐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为什么？姐，我要带你离开上北府，远离那可怖的小生，远离恶魔。今天的婚礼一结束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先生，那吉安小姐的婚纱怎么办？再做一件也来不及呀。也许穿上婚纱，站在婚姻的圣殿，永远是我遥不可及的梦。万能的主啊，如果不谢到你，我这个平凡的女子，愿意以现在这个平淡无奇的装扮来参加婚礼。说得好。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，应该过一种平坦的生活。姐，我和你一样不换礼服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，不是吗？罗斯特，现在，我要求并且责令你们两人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知道有什么障碍使你们不能合法的结成夫妇，务必现在就讲出来，因为你们要相信，凡不是基督教义所允许结合的，都不是上帝结成的夫妇，他们的婚姻也都不是合法的。看来你们没有障碍。罗斯特先生，你愿意娶这个女子作为你正式成婚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慢！婚礼不能继续进行，我宣布存在障碍。你是谁？我是一个律师，梅森。梅森，怎么不认得我了？罗斯特姐夫。姐夫，对，罗斯特先生是我的姐夫，而我的姐姐，她如今还活着，还住在上妃府。你是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从没听说过桑菲府中有个罗斯特太太。
这不是真的。不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听我讲啊，姐，15年前，我那团在书名的父亲为我张罗了一门亲事，新娘是一位富家女子，可我从未爱过她，甚至从未了解过她的酸甜本的我她结了婚。后来，我才知他脾气庸俗、猥琐、暴躁怪异，叫做寻求荒淫，富家你所有的坏毛病都集中了在他的身上。更可怕的是，他那疯狂的种子在滋长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发出了一连串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他疯了，他彻底发疯了。每天不是大喊大叫、大声追骂，就是甩东甩西，时不时的还对我拳打脚踢。我应该把他送进疯人院，送进疯人院，好有个解脱。可是我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的父亲接受了他家的巨额馈赠，因为我是他的丈夫。4年来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我也一下子富有了。可是有谁知我的心是多么的悲苦？那时我还不到30岁，却已经对生活心生绝望了。背负着道德的枷锁，撑过着囚徒生活。15年的光阴是说，15年的煎熬折磨，从此在狱海生活中脱落下。
两封美酒，寻寄托天涯。茫茫人海遇见你，麻木的灵魂等开火。我是那一只枯草长荒漠，你是那一滴清泉晨星哦。我是那夜夜湖水迷芳香，你是那一盏航灯，照眼不你抢不了我心的光芒，点燃了我情的烈火。我不该真相隐瞒，言语酸多，伤害你，纯真无邪，心已空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啊！只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解了我心的希望，它解了我爱的琼浆。生的对起枫
间的辉煌，流星之雨，刹那的光芒，指引牵着当时美丽的梦一场。宁愿做迷途的羔羊，今夜是一阵团弦的风筝，飘飘荡荡，凄凄惶惶，渺渺茫茫。别了，老斯特，永远了。路太黑，月亮，你都到哪里去了？星星，星星也无影无踪。这个夜晚，你们都是那么的吝啬，少不得一点点的忏悔，为这阴霾的大地推下希望。现在，我这个孤空瘦小的女子，竟无路退，无路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姐，你这样决说离去，离开心爱的人，是为了减碎救世主的道德底线，还是为了维护我与生俱来终身的尊严？不，
太平。你醒来，我见了我，该是怎样的绝望？绝望！切！罗斯特，切！罗斯特，上帝不测死了！恰似游丝飘，孤单的你，心上多泪交。你离开我离开你，爱已寂问前寥，问前梦少，空知我四处将你找。阴晴渺渺，分别的无言的思念，煎熬。烧，我的烛火在燃烧，在燃烧。烛火在燃烧，在燃烧。爱火在燃烧，在燃烧。在燃烧，爱火在燃烧。烧，它可以了白了，已了白了。
提醒的是剑。先生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你身边来了。姐，你回来了就好，让我再好好的看上你一眼睛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姐，你是路过的吧？我这次回来，再也不走了。你怎么还像从前一样爱什么啊？看我现在这模样，谁见了都，谁愿意整天陪着一个瘸了腿又瞎了眼的呆模特？姐，你能来看我一次，我就别无遗憾了。我不是来看你一次，而是要陪你一生。这怎么可以？你还年轻，总有一天要结婚的。我现在并不关心结婚不结婚的事。你这先生，我不习惯接受偏城的怜悯。先生，这不是怜悯，是爱。
春。